人越大咧，真係越嚟越覺得瞓覺好緊要啊，因為瞓唔到覺，第二日就會好唔精神啦，嚴重影響我做嘢同埋拍嘢啊。因為工作壓力啦，同埋之前情緒病嘅緣故啦，咁所以我成日都失眠噶。基本上大家都唔係第一次聽我講噶啦。夜晚瞓唔到覺咧，個人情緒係會好差噶，第二日睇落超唔精神啦。基本上個朋友見到我咧，第一句就係問我點解你個樣咁攰噶？唔講唔知啊，失眠除咗係瞓唔到之外咧，睡眠質素亦都計算在內噶。例如係瞓得唔好啊，淺睡易醒啊，瞓完等於冇瞓等等。而長期嘅失眠咧，係會影響我哋嘅精神狀態，更加會危害健康添。之前因為瞓唔到覺啦，所以我自己都有 keep 住食安眠藥嘅，但係長期食安眠藥咧，我都驚對藥有依賴性啊。咁好彩有朋友介紹我呢一隻喺萬寧新上架嘅 Collagen 忘憂睡眠啫喱。呢一款嘅睡眠啫喱咧，用咗藥劑師嘅專研配方，用咗8大天然嘅助眠成分，唔單止可以放鬆心情啊，仲可以放鬆埋肌肉同神經添。同埋佢係啫喱劑，口感順滑，係妹嘅口味，非常之容易入口啊。加上佢係獨立包裝，即開即食，啱晒帶去旅行。好多時玩得太開心或者太興奮咧，食佢就啱啱好啦。佢嘅助眠成分非常之高啊，一條啫喱咧已經等於幾粒其他嘅助眠產品啦。瞓前1個鐘食咧就自然有睡意，一覺瞓天光咧，第二日起身咧都唔會咁攰啊。加上咧佢係冇蔗糖噶，咁對於 on diet 緊嘅人咧完全零負擔啊。最緊要咧佢係冇藥性，唔依賴咧，冇副作用咧就咩都得啦。我食咗1個星期咧就覺得睡眠質素已經提升咗啦。咁食咗1個月之後咧，直頭所有嘅睡眠困擾咧都係冇晒添啊，好似易瞓咗同埋精神飽滿添。忘憂睡眠啫喱咧內含8大成分，可以啟動4層嘅睡眠模式，特別係針對因為大壓力瞓唔到啦，冇辦法深層睡眠啦，經常易醒嘅人。臨床實證專利羅布麻可有效8日提升睡眠質素，而忘憂睡眠啫喱採用嘅 GABA 咧，亦都有實證可以4星期改善睡眠困擾。兩者加埋咧就係快速入眠嘅重要關鍵啊！如果你都想冇壓力咁瞓，或者想提升睡眠質素，咁就一定要試下 Collagen 忘憂睡眠啫喱呢款產品啦。每日睡前食1條咧，即刻有覺好瞓啦！如果你都想冇壓力咁瞓，亦都想提升睡眠質素嘅話，就一定要試下 Collagen 呢一款產品啦。而家 Collagen 忘憂睡眠啫喱咧喺萬寧有售啦，喺 description box 仲可以拎埋20蚊現金券添，你仲唔快啲買？